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最近咱新闻报道讲，一个反天气变寒了后，放弃混油的人唔惊寒，赶紧要来收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就是牛，鹅油牛第五条混油的牛。牛就是一款蛤蟆，属于背，脚较细，较三角形，大概差不多2-3寸。壳是彩色或者是咖啡色，有的是朴色。生活伫咧沿海土沙内底，食一寡海草，因为肉食青又搁甜，搁有营养。另外，有的所在会用油来照养女性。有人讲3条桥唔值得1粒油，当然这是较古早、较无尊重女性的讲法。另外，照养这字会当读做尿，这个意思就是亲像糖伫咧叮当共款这个动作。咱讲尿尿酸、尿尿酸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。头一个就读做混油，拄则咱有小解过。另外，尿尿酸就是代表讲亲像糖共款，安尼无实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老师带学生囡仔来到海边啊，体验收混油的工课。大家学生囡仔拢赶出尿尿酸，想要赶紧落去捡混油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油，另外照用字读做尿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